金。你可能會問，喺呢個虛擬貨幣飛天嘅年代，黃金仲值唔值錢？答案係，當你嘅比特幣賬戶被黑客偷咗，黃金仲係你將最穩陣嘅保險箱裏邊。黃金點解可以幾千年都金硬？因為佢係一種稀缺資產，唔會生鏽，唔會貶值，仲可以隨時變現。喺經濟震盪嘅時候，黃金就係全球投資者嘅最後堡壘。但黃金嘅魅力不止於此，佢係一個多功能嘅選手，可以戴喺手上，擺喺家中，甚至放喺股票賬戶入邊。而老鋪黃金嘅成功就係將黃金嘅文化價值、奢侈品屬性同金融潛力完美結合。先講睇下創辦人徐高明呢位大佬嘅故事，真係勵志到爆。創業之前佢係一個賣魚佬，真係賣魚㗎，但佢係魚腥味中聞到黃金嘅味道。佢發現隨住中國經濟起飛，黃金唔再係單純嘅飾品，而係一種投資工具。而喺進一步將古法黃金呢個文化概念融入品牌，將傳統工藝同現代金融結合，結果點？佢成功係2024年將老鋪黃金打造成一間上市公司。至今日我出呢條片嘅時候，股價已經去到682蚊。老鋪黃金點解咁成功？因為佢唔止賣金飾、紀念幣，甚至推出投資產品，吸引咗一大批高端投資者。簡單地講，呢個品牌唔係淨係賺你結婚嗰份錢，仲要賺你炒股嗰份心。近年嚟，老鋪黃金嘅股價一路飆升，點解？第一，全球通脹壓力大，黃金作為避險資產需求暴增。第二，老鋪黃金嘅商業模式太靚，佢唔係普通嘅黃金企業，而係一個有文化、有奢侈品屬性嘅金融品牌。咁老鋪黃金未來會點發展？我哋可以睇下兩個方向。第一，數字化。隨住區塊鏈技術成熟，黃金 NFT 虛擬黃金交易可能成為新趨勢。你嘅黃金手鏈有朝一日可能變成元宇宙入場券。第二，全球化。隨住中國文化影響力越嚟越大，老鋪黃金嘅古法黃金完全有潛力成為中國文化輸出嘅重要載體。最後，如果你諗到呢度，證明你真係對黃金投資奢侈品有興趣，咁不如幫個手，喐下隻手指，點個關注，仲可以將呢條片推俾鍾意買黃金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